甲骨释文第8集。空虚字典的秘密是啥物？会使找出几字台语用字。闽南语若是遮尔主流的中原河洛话，为何遮尔口语的台湾用字找空虚字典就是无记录呢？为啥物真侪台语定用字，为何找无呢？答案是毋是真简单？就是安尼。有人讲有啊，空虚字典真侪字的切音，拢含台语的音，嘛。是啊，就是大家拢会晓的字，免人教就拢知的字。只要熟悉着前册取声母，后册取韵母甲声调，这是基本，毋是啥物秘密。大家学起来小练习一下，就拢是汉字专家，保证袂输汉字朴字。用空虚字典来找字，找该用倒一字？4个版本。第一字是课文乱讲的版本，因为找头路就是经头路，所以乱用这字。第二字，教育部用揣测的揣来找字。汉字朴字呢，用绰号来找字，人有专辑介绍过，米小揣安尼写。甲骨释文用这字神，为何空虚字典无一字是此话找的字呢？为何呢？转来解说这字空虚字典的音册：时、林、册、读、神。这字中工、中口、中寸，顶面中衰省。会声古早讲是衰青，衰也是这字的发音，所以这字白音读吹。非主流啦，空虚字典就干那记录时、林、册，就是无吹这个音。有人慧眼识甲骨，为甲骨文破解主流的神，台语就读吹。甲骨文画两只手伫一匹布上下刷位抚摸，寻找台语就习惯讲找找，有道理无？欢迎有人提出更加适当的用字。为何空虚字典找无吹这个音？来看甲骨释文。汉字和台语本来就两条系统，台语字伫商灭亡后，就甲汉字分家。兄弟虽然分家，犹然有共同的特征，甲无同的细节。所以啦，有共同嘛，所以找有字是毋是真正常？无同的细节找无字是毋是真正常？继续，台语找经，如果完全依靠汉字的文献，毋若定找无，找到啊也无一定对。真侪人讲伊的资料是有文献的证据，这点我不能苟同。小解说我制作节目编排的习惯，大家有注意到无？楷书体的文字是甲骨先生用中文习惯写的原文。我会尽量全文打出来，因为我这是台语频道，有寡字小改做台语习惯的口语用字，安尼经解对甲骨先生有寡歹势。大家请尽量以原文为参考，字幕的用字就尽量配合我讲的口语的白话音，以后若有发现无适当的，再来更改。我讲了好。无好一回事，总是保留原文为标准。啊无，我讲一套，某人搁讲一套，搁某人搁讲另外一套，啊甲骨释文变啥物版本呢？听的人搁爱以啥物来做标准呢？借这个机会小讲一下。搁来分享一个做伙用空虚字典找字的经验。芹菜尾。剩的轻咧，爱写倒一字呢？教育部的版本讲强身振义动血的这字轻是整理收集的意思。有人愿意对教育部安尼写无？
庆祝难书这个庆应该无适合改用这个呢？意思是器重真也，敢若会使吼，但是收集的意思吗？应该无。有人考虑这个共音嘛，但是庆这个将也本意是头无正，倾倒嘛并无收集的意思。有人建议这个清改掉声母变轻，但是安怎改变，应该嘛无收集的意思。甲骨释文建议这两字，韵切音有轻这个音，轻柔玉语的轻，意思呢看空虚字典啊，但是我看无咧写啥呢。来看甲骨释文的解说，先看这字轻。甲骨文安尼画，有一个目睭，一个八，八就是八开，目睭金金看，看下骹一个手，搁一个衫，用双手甲衫摊开，并接住一个圆形，亲像零钱的物件。这字的意思就是目睭八大蕊，并且当底金金看等入衫的银角仔。银角仔安尼写，敢若大家拢真惯势，但是角是手角、牛角顶。甲骨先生教人银角仔写这个角有精准无？讲这个轻进前，先来熟悉一个感觉较生分的这字。这字将飞省，搁将一个落落物，意思是伫天顶飞的物件突然间落落来，迅速呀。所以这字读迅，韵切音嘛确实记录这个音，迅速的迅的本字就这字。字典就简单讲直飞也，安尼是有文献记录的空虚字典较清楚，也是甲骨释文讲了较清楚。顺续讲，有时古文这字直甲破病无关系，是急的替用字。过来，迅是物件由天顶落落来，若用手承接落落面。台语讲的神，毋着这字吗？照甲骨释文来理解，听过一遍，应该一世人拢记条条。啊若无，试看教育部的用字，可能也会使帮你记住。神雨水因安尼写。转来讲这字轻，将赢省，将神省，赢者毛球也，求助也，往来也。轻的意思，真认真去神天顶落落来的物件。天顶有黄金落落来，所以爱真认真惜。无啦，天顶会落落来的物件，鸟大便比较多啦。连这剩余价值拢要认真收集，所以轻有猛轻的意思，剩的拢轻活来。定用词轻菜尾，轻银角仔。搁有一句，甲骨先生才有才调教的，轻分。分是争执的意思，轻分就是真爱计较啦。讲到这的重点是啥？空虚字典是较早的人所整理的，当然会使有所参考。空虚字典内面有啥？有切音，切出家己的读音，但是如何来呢？无交代。搁有字的意思，为何是安尼的意思？文献的记录来，文献的记录一定对吗？所以上大的问题出伫倒？为何字安尼写，大部分无交代，所以文献变成有淡薄仔人云亦云的意思。我认为啦，甲骨释文以字形来捌字是目前上好的方式。换来讲，什么是音切？用完全无关系的两字来记录另一字的发音hiệu，敢若是安尼。自中古韵切就是如此。有看甲骨释文的，应该有所体会。所有甲骨释文所讲到的字，所用到的前切、后切的用字，
拢和本义有关系两个字，并甲一切有无，是为两个情近音所组合起来，这才是标准的切音。甲骨先生安尼解说切音，有人讲切音是伫东汉时期由印度传入的，我无认为是安尼。其实甲骨文才是切音的始创者，而且切音一定由两个情境音合并，切成一个新主题音，无像韵字的切音会使由两个无相干的情境音随意合并切成新主题音。这已经脱离了甲骨文并切音的本意。继续，甲骨文之所以会使约出伊原始的读音，就是伊合并前的情境音，拢是甲事发当时的景象完全吻合的。只要使用当时的母语，即卖闽南语套切落去，家己就会使正确的发音出来。换字，如果套用其他族群的母语发音，家己就会完全走音，并约袂出伊的本意。正经是甲骨先生讲的安尼许，一字安尼是直隶，两字安尼是卡合。甲骨释文做到这集第8集，有100字无？100就变成规则啊。有何为证？有宋赞岳，东夷传闽南，慧眼识甲骨，一个二卡合，100则吊成规。足见超世俗，底时难受受。节目加速做，强验名字无？来研究这字的第一个音读调，有时阵上含的代志会使帮助记忆。你看有含无？两个工学的工具竟然拢用甲言语有关系的字，放大镜、喊镜，这字含。说文解字讲是望也，望远镜呢就是吊镜，这字吊，用目睭看。毋是用喙嚼。来介绍这字将见、将相、相求也、强管也。这字的意思就是关中窥视、吊望也，读音吊。望远镜就是关中吊望啊，就是吊镜啊。吊镜就是现代的望远镜。吊镜自古早就有。但毋知啥物时阵传入中国，莫袂记，印度伫4000年前就已经发明玻璃，3000堆的千里眼同人一个明证。这字调照甲骨释文的解说，关中窥视也，眺望也。照康熙字典的整理，采用说文解字的解说，一组冲突性的解说。这字的另外一个音。抽工切，读音烫，意思下月夜、高远夜。例句：名声烫四海，规年烫天。这字烫。这句100则吊成规，若安尼读，意思是经由100例窥视着、观察着甲骨文的规则。若读做100则烫成规。下过100个例，达到高远的新规则。这字甲骨先生教。来讲上尾一个主题结，结上的结为何安尼写？甲骨文是画一支被压长、剩半截的箭头。这支箭头并被装入篮内，意思是断绝干戈，表示结例相合。冲节和结有啥物关系呢？冲节的节将结者倒节也，将压者上头下骹，所以这字的意思，甲箭折断，指倒取头尾两端。节就是压，这两字相通，
所以即字读音节或者是押，劝君多采押，此物做相思，安尼读。创意意思创改也，改造也。所以创节的意思就是调取文字头尾的改造者。创节读音节或者同音押，你若感觉歹接受，来看同义人孔子写的文章，结书玉期节节名。节节讲韵讲是安书墓，安尼节和节字有关系，有信心无？创节是这个人出世的时，因父母甲号的名，属毋是，是后人印象所追视的名号。谥号和印象的关系，会使参考用台语学汉字第37集。经由甲骨释文对创节两字结构的说明，咱有法度接受即句话啊。即句也包含真深的文化深度。创节是改造者，新文字的改造者，并非强行文字的发明者。创节可能是汉字切音的启蒙者，但绝毋是汉字的发明者。先简单安尼的结论。这篇是甲骨先生研究的完整说明，伫遮就无搁一字一字读啊。完整的文件我会打伫说明栏，小提示一寡重点，详细请自行参考研究。创节是谥号，是新文字的改造者。新文字伫夏代已中断了数百年。甲骨文确实由商汤后裔同义人所发明，因为谥号的使用就是商汤以后所发明的。甲骨文是新文字以后的新品种文字，但也保留了新文字的原始切音法。古人无根据的传言，以后免阁乱信啊。透过文字的结构，会使体会更加深入的文化内涵。所以讲文化嘛，是毋是安尼讲呢？有期待甲骨释文更多的文字分析无？